國有國法，家有家規。法科界行走江湖，從來不缺明面上的戒律，更講究那些不成文的規矩。真正修煉到家，做事又從不討價還價的法師，在邪魅要摸那一戒，早就名聲在外門，心裏清楚。什麼人能惹，什麼人絕不能碰。妖魅上了人身，若被家人識破，扭送到真正有德的法師跟前，實際上還沒等踏進法壇3步，那東西早就流之大吉了。你想想，連壇前那股凛然正氣都剛不住，又怎會傻到自己走上法壇，乖乖等住被誅滅？所以一個法師功夫得唔得，根本不用看他畫符咒有多熱鬧，善是往法壇前一站，那股氣場便騙不了人。清者自清，俗者自俗。若真有妖魅咁大搖大擺上了法壇，還讓你出手去收，那只能說明壓根就不怕你。你在眼裏不過是個戲子佬。至於那些要拉上一班人敲鑼打鼓才敢做場法事的，更是不必多看功夫，火候到了那裏，行家心裏有數。說到這裏，我倒想起國內一位老前輩，方圓百里的同道提起他，無不肅然起敬。他的法壇從不張揚，一張舊桌，三炷清香，連多餘的法器都少見。可那股沉靜威嚴的氣場，隔住半條村都能讓人覺得心安。早年間有個修煉多年的邪祟，仗住有些道行，在鄉村搞得雞犬不寧，好幾位法師去了都碰了釘子。後來有人請動這位老前輩，他連法壇都沒設，只是慢悠悠走到那戶人家門口，輕輕嘆了口氣，越了句你走吧。當晚那邪魅便自己離了人身，從此再不敢踏入方圓10里。事後有人問他使了什麼法，他搖搖頭說冇使法，佢驚嘅唔係我啲符，係驚我個朵。這話聽來似乎自負，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這份名聲不是靠自吹自擂得來的，而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德性修養。從不貪圖利是紅包，從不把難事推給祖師爺，事事親力親為，守得住本分，這才換來同道與眾生的一份敬重。他常告誡後輩，唔好下下利是就你代，有事就祖師爺幫你做。修行先修心，你心裏有貪真，法壇便有破綻，妖魅自然咁跟你鬥。正因為他這份清清白白的德行，連那些成了氣候的老味，聽見他的名字都要路走，更別說上他法壇撒野了。說來慚愧，我今日寫下這些，並非為了頌揚誰，亦非自誇見多識暗，只是有感於如今法科界人心浮躁，真假難辨，遂將這點見聞說出來，與同道共勉。若問我本人有幾分成色，實不敢當，不過是仗住祖師爺想範，前輩指點，戰戰兢兢守住規矩罷了。道高一尺，德高一丈，往後還望各位多指教，有做得不到之處，也請不論當面刺正，我必虛心受教。